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31，旧历的7月13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新竹市立南寮渔港来举办着国际风吹节。这个3岁妹妹，互这个风吹的线尾缠着身躯，结果这个妹妹竟然是对着风吹，规个人架起伫半空中。现场的民众是咻咻叫，看到会惊死。上尾也是一个林先生，趁这个小女童咧跌落来的时阵，跳起来甲抱掉咧。其他的人帮忙甲风吹甲扭落来，小女童才无继续过来滚去哩。这个林先生回忆讲。当时看到这个小女童的颔棍、雨伞颠掉咧，规个面泛红，伊想讲囡仔要无气咯。最后听到伊哭出声，才总算来放心。3岁查某囡仔被风吹卷上天，边的民众看一个拢惊到，徛伫地面。这个林先生看到这个查某囡仔落落来时，赶紧甲神咧。刚好风都停下来之后，我看顺势可以当下，所以我就直接跳起来就把它接下来。我还蛮用力抱着它了，因为我怕它又被带上去了。伊头一个将这个查某囡仔揽掉咧，其他人将这风吹甲扭落来。伊想着讲，这个囡仔被救落来时，这个颔棍啊和线低调咧，规面红光光，当作讲已经砸开啊。就从脖子上拉就上去了。哦，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脸很红。他是眼睛是没有打开的，是看到他有意识、有哭，我才走的。看到这个查某囡仔被卷上天，林先生第一时间当作讲是特技表演，后来发现唔对时，人讲一定要将人伸掉咧。我当下其实想到的时候，就觉得说可能是我不能让小朋友摔下，因为小朋友摔下的话，真的是比较严重啊。发生这个意外的这一个糖果风筝哦，我们未来绝对不会再办哦。未来各项大型的活动哦，公共安全上我们会更加严谨的来要求。事后，林先生收到一封千份人的信息，感谢伊的斗相共，嘛袂少人话讲伊是英雄。不过伊讲是唔甘囡仔艰苦，做应该做的代志尔。